婚礼哦，今仔是正常上班上课，也毋过今仔早起，为了高中的学生囡仔去学校，发现讲天门无法度开，学校临时宣布停课。台电表示讲，深海风严度真悬，佮加上风背山影响着送电，所以婚礼即届有5万外户停电，佮继续的抢修，嘛已经陆续恢复供电咯。落日透早，为了高中学生到学校后，发现每一栋大楼的铁门因为停电无法度来开，校方紧急将学生集合直接宣布停课。老师无愿通知学生的家长接囡仔，交通车嘛无愿载着囡仔回去厝。佫无送来时阵，宣布放学咯，有个人倒去咯，电才送来啊，已经囡仔已经家长为来载倒咯。抢修到清晨还是没有办法复电了但是因为我们昨天就已经宣布说，也没有办法及时通知孩子跟学校来以后，我们赶快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理。苗栗高中校方表示，5暗时学校供电稳定正常，但由苗栗地区部分的电力抢修中，造成学校半暝伊阁断电，我到临时联络家长，才到学校做紧急处理。但另外云林4号南关国小，虽然因为电力中断，但校方提早因正常上课。还是让他来学校能上多少上多少，可能就是一些数位的东西没办法用。其实老师的专业能力没有电脑，他们是有办法上课的。路修复之后要试送电，因为延程，所以都试送不成功。那累积到目前为止，最高停电户数呢，在云林地区达到了5万多户。那尤其是在麦寮，还有2000多户的停电户数。台电云林区处表示，这届风台虽然无落雨，但强风所带来严电。导致电力设备开关告终，到6号上午8点，全关国6000外户持续抢修中，差不多中昼中恢复供电。教处就指出，然后因为无电转影响停课，包括麦寮乡的桥头丰安国小、各麦寮高中总共3间学校，皆将用微波道。